如果團體用戶想查看或者編輯已提交嘅預訂申請，可喺登入賬戶後撳我的記錄，撳設施申請清單。團體用戶可以揀設施類型、場地、預訂申請狀況等選項，然後撳搜尋。系統會按選項顯示有關嘅預訂記錄，撳申請編號，可以查看有關嘅預訂申請詳情。喺截止申請日期前，團體用戶可以撳編輯、修改申請內容，或者撳撤回申請、撤回申請，撳我的記錄。團體用戶可撳預訂以管理同睇到團體預訂記錄，揀唔同嘅篩選條件，搜尋預訂記錄。查閱已預留嘅預訂記錄，撳交易編號以睇到預訂詳情。團體用戶可以揀查閱費用詳情同斷節詳情。撳費用詳情後，系統會顯示需支付嘅費用資料同睇到付款截止日期。撳在線支付，就可以通過電子支付方式完成付款。團體用戶亦可以撳團體預訂摘要，查閱已審批嘅斷節詳情。撳前往付款，揀付款方式，撳確認付款，付款成功。團體用戶可以撳右上角嘅信封個掣，查閱系統信息。當完成付款後，系統會發出團體預訂支付完成通知。撳信息去睇關於團體預訂支付完成通知嘅詳情。如果團體用戶冇電子支付賬戶，可撳右上角嘅信封個掣，睇到有關預訂繳費通知嘅系統信息。根據系統信息嘅團體預訂編號同保安編碼，喺截止繳費日前到各分區辦事處或者智能自助服務站繳付預訂費用。如果團體用戶要取消斷節而唔需要退款，可撳我的記錄，撳預訂。團體用戶可以揀設施類型、場地、預訂申請狀況等選項，去篩選需要取消斷節嘅預訂申請。撳交易編號，撳斷節詳情，撳箭嘴個掣，勾選需要取消嘅斷節或揀選所有斷節以進行取消。撳取消斷節。如果確認要取消斷節，撳確認，有關嘅斷節就會取消成功。